出發啦 ！Rocky 代表香港隊一落仗已經夾到節奏，全身貼住水面飛，速度勁快，仲有最後50米，佢仍然領先半個全位，加把勁啊！到終點衝線，贏咗 Rocky 為香港攞到金牌啦！見到佢掛上金牌，笑得最後一件，香港隊嘅 Rocky 準備拉弓，出手，中紅心啊！食環哇 ！Rocky 為香港隊攞到金牌啦，金牌掛上鏡，呢隻小狗今日寫下歷史，成為香港第一位動物奧運冠軍切手。好，到韓國選手落子，白旗貼上去 ，Rocky 望一望，爪尖夾住黑子，哇！一手斷點，完全鎖死白旗出路，韓國旗手外晒，倒數結束，投掷認輸 ，Rocky 憑接腦筋即轉完最後一座，幫香港隊贏到金牌啦！香港贏咗金牌。妹妹狗狗上場啦，眼神專注，動作好穩陣，後擺出手，球直直衝去中間，撞到啦，全中 strike！ 哇！香港隊最後一擊完美收尾，咪咪幫我哋攞咗金牌啊！香港攞金牌啦，恭喜妹妹狗狗！妹妹狗狗代表香港隊出戰高爾夫決賽，最後一推成功入洞，全場起鬨，脫為港隊鎖定金牌。呢一隻細細隻、笑容甜到漏嘅妹妹，今日成為英雄。見到佢咬住金牌同揮個花旗，真係感動到不。嚟啦！香港隊嘅妹妹狗狗準備出場，攞呢塊金牌靠佢啦！第一跳非常有力，上升得好高，直身翻一周，再加一個軀體前空翻，動作堅正力落，連續後翻2圈半，姿勢拉直，空中控制超穩定，完美落地，好精彩！觀眾仔肥 O 仔一出閘夠火箭咁快，身形挨絲但步伐超順，速度完全唔輸俾任何對手，轉彎壓得貼地，車輪咁上，一下又一下推到限數，最後一圈仲有少少距離，衝線啦！香港隊第一，金牌有住。肥 O 仔上場啦，代表香港隊出戰武術比賽，睇下佢嘅表現點樣。開手靈活低馬，接住一個翻身飛棍，哇！翻手擒拿，打得對手冇晒還手之力，再加上連環弓腳，款式精又準，完美收尾，即咁有霸氣啊！評審俾出滿分。肥 O 仔上場啦！香港隊最後一舉，重量145公斤，高得食啊！起推上去，手伸直定住，成功啊！金牌到手啦！肥 O 仔舉過頭頂，為香港隊奪得舉重金牌，全場起立鼓。好，到我哋香港隊 U C 仔出場啦！佢係速度磐石嘅1號種子，睇下佢嘅表現。起步好快啊！一直掌咁拉上去，冇半秒停頓，衝啊！電中上啦！睇下時間5秒21，破大會紀錄。U C 仔為香港。老士仔代表香港隊出戰呢一場馬術決賽，旗姿非常穩定啊！靠近障礙，睇下佢跳唔跳到。哇，完美跳欄，動作乾淨利落，直衝終點啦！撞線成功，時間30。比賽開始 ，U 時仔舉起雙拳，眼神好狠，左直拳命中，喺一記上勾拳中咗，對手後退，右直拳 KO。U 時仔以 KO 勝出，為香港隊攞到全。